就溫總你講過嗰句說話啦，政治體制改革一定要同經濟體制改革同步進行。如果唔係，之前好唔容易得嘅經濟體制改革成果，唔單止保唔住，甚至有可能得而復失。文化大革命咧，從來都唔係恐怖預言，而係我哋未來甚至已經發生緊，而家發生緊嘅事，呢啲都係溫總理嘅真知灼見嘅嘢，所以唔係反共啊。如果講反共，溫總理都係帶頭反嗰個啦。李嘉誠，你咩鐵六你就？李嘉誠係中國人咩？啊，李嘉誠係香港嘅港英啊，係啊，啱啦。而且李嘉誠走得比邊個都快啊，啱啦。佢台灣有句說話叫最美嘅風景係人啊，但至少對我嚟講，真係咁感覺啊，俾我同我成家嘅感覺都係好溫暖啊。雖然呢個島好細，人又多，密度又高，有啲令人頭暈啊，但係冇咩壓力啫，冇人都好平和。後生仔女完全冇香港後生仔女嗰啲問題啊！我同你講，香港同台灣我都住過，香港後生仔女真係有大問啊！香港後生仔女嘅火氣真係幾重，因為可以話係中國共產黨欺負嘅嘢嘅。我想同你哋證明，其實唔完全係咁。喺中國共產黨蝦佢嘅之前，香港嘅後生仔女對中國大陸同胞其實唔係咁友善。我個人感覺到有一種好強嘅優越感同埋嫌棄感，呢個係非常明顯感覺到嘅。因為如果你喺香港呢個地方講中文同埋講英文，佢後生仔女對你嘅態度係完全截然唔同嘅，完全係兩回事。但係呢一點喺台灣就冇出現，講中文講英文都一樣，冇分別。華為、大比亞迪、大疆已經好緊啦，呢個你點睇？定係嗰句話，大疆。我承認啊，華為咁，我唔承認啊，華為同比亞迪你要打個問號。大疆係真嘅，大疆係真嘅，因為共產黨冇介入啦，聽清咗啦。大疆之所以真係，正係因為中國共產黨冇介入大疆，而唔係相反。聽識啦咩？因為大疆可以自由咁使用知識產權，自由嘅喺全世界做生意。民營企業啊，後生仔又懂技術，又能夠喺深圳做最好嘅產業鏈，佢就起咗嚟。呢個同我嘅結論唔單止唔矛盾，反而能反證我嘅觀點就係大江起來，反而能反證我嘅觀點。即係如果我哋徹底放開，中國又點止得一間大疆啫？淨係講航空、航天、軍工都可以有幾多間大疆嘅公司冒起？呢個同意啦。呢啲嘢簡直太易啦！屌，正正就係因為嗰班大佬喺度霸住個位又唔做嘅，將中國最賺錢嘅行業全部霸晒，呢個唔放，嗰個又唔放，點解啊？因為賺錢嘛，所以搞到中國民營企業嘅發展空間，淨係冇咗咩呢？彎道超車嗰啲行業，即係以前嗰啲行業，先至有機會，例如比亞迪啊、電動車啊嗰啲咩啊，呢啲無人機啊，中國民營企業先至有機會。如果以前已經係一個封閉行業，世界各地都有啲行業根本冇機會，民營企業一啲機會都冇。皇上已經批咗大將啦，係啊，喺北京而家唔俾搞無人機，驚搞死咗，就係因為點解你哋驚咁多人要搞死你？你有時都要反思下，點解賴清德淨係驚你一個人？我 X 賴清德點解唔使搞咁多防無人機喺台北總統府？我兄弟嘅媽喺朝早10點前10點到12點都可以自由入去台灣總統府，賴清德就冇隔咗翻工啫，我都冇見。咁如臨大敵喎。你成日話用無人機要斬首賴清德，人哋賴清德嗰度嘅市民都可以入去翻工，總統府有一半都係開放嘅，就得嗰幾個衛兵211部隊台北215。哎呀，我見到佢哋，我真係好揪心啊！我真係想同佢哋嘅兄弟講聲，你哋可唔可以多背幾支導彈上去天台啊？我真係好擔心你哋嘅安全啊！你哋就睇住咁細衝鋒槍，點頂得住啫，兄弟？你哋咁樣頂唔住嘅。老實講，第一波你哋就全軍覆沒啦。當然我都唔敢講出口，我要講人哋就會話你係咪有問題啊？上喺度煽動軍心㗎，但其實我都係冇㗎。你哋知唔知嗰隊叫211定2110部隊嗰隊駐台北台灣總統府嗰隊？我哋睇住衝鋒槍，最重嘅槍都係衝鋒槍，咁點得㗎？兄弟，
我哋嗰個天台真係要整個愛國者導彈啊，起碼都要有啲堅強式針刺導彈佢先得啊，咁我先至放心。我參觀總統府嗰陣，我心都實靜噶啦。如果唔係，我入總統府嗰陣都驚驚嘅，唔係咁安心，我就咁樣過咗去，我心咁點算好呢？啱啱又喺總統府入邊，我 X 如果俾人燒咗入去點算？